一集举办着控油的活动，真侪小学生拢是第一届来耍控油。地方的乡亲看到遮尔侪游客报名参加，拢真欢喜。大家做伙回去古早时代，找到控油的趣味。 小心往旁边。国土游对一个大人囡仔来讲，拢是全新的体验。未少家长甲老师带囡仔来到集和平社区快乐餐园参加这个活动。小朋友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少参与这样活动，所以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同乐。那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可以体验我们早期控油的一个乐趣。 为起货开始到国土游，要将物件控到熟嘛无遐简单，是讲若大家做伙做，就加真趣味。这看大家亲子游戏啦，这看头安尼国想我国倒去，我再做。快乐餐园的控油活动已经真侪档无办啊，伫集镇公所的支持下恢复举办，好在地人甲游客会当有这个机会去享受到古早的趣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